嚟英國讀書之前，我用咗3個月由咁樣變成咁樣。話說入 U 之後咧，身上面就多咗好多唔同嘅身份，除咗要讀書之外，仲要上妝、唱歌、出 show、拍片、剪片，成日咧都會忙到日夜顛倒咁樣，皮膚咧就一直都唔係幾好，成日都會爆瘡，舊嘅瘡癢都未退，就又有新嘅暗瘡走出嚟。好彩有 Nano Beauty 幫我度身訂做咗一個皮膚管理計劃，第一次去咧係5月考完試嘅時候，主要咧就係處理一啲暗瘡同埋發炎嘅問題，好轉咗之後咧就會開始去留意一啲痘印同埋出油嘅問題。每次去咧都會按照當時嘅皮膚狀態嚟到去選擇療程，而次次咧都會用到2至4個儀器一齊去多管齊下。嗰度嘅治療師都非常之專業，都會話俾我聽點樣可以靠平時嘅護理啦，同埋做 facial 嚟到去解決我嘅一啲皮膚問題。咁 total 咧我就去咗3個月，咁最大嘅改變就係唔會再點樣大規模咁樣爆瘡，最多都係嚟 M 之前咧會有1、2粒啦，但都好快會謝。之前一路流落嘅痘印咧都淡咗好多啦。好多謝 Nano 咧幫我解決咗一直以嚟反反复复嘅皮膚問題 ，even 而家係轉咗環境咧，皮膚嘅問題都冇再反彈翻啦。話埋俾大家知，依家佢哋仲做緊學生優惠，比平時嘅試做價咧仲要再平100蚊添。如果你都有同樣嘅困惑嘅話咧，就嚟揾下 Nano Beauty 啦。